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积电今仔日来证实，伫美国亚纳桑那州设立的新厂，12月中旬就会来举行第一代基台的刷机的典礼。讲到时阵，参美国的总统拜登嘛会来参加，这会当看出着美国重视的程度。也毋过，这嘛表示讲，未来美国甲中国的科技的战争，这台积电会将做美国制衡中国的一日基日啊。外界是真担心讲，台积电因为地缘政治的考量，是选徛伫美国这边，恐惊未来的路会真艰难。台积电美国厂如期完工，12月就要举行头一代基台刷机典礼。基地刷机国外，专家真烦恼。美方确实是希望借由台积电，那么来扩大整个美国制造的一个声势。对于美国来说，台积电对他来讲其实是具有相当战略性的一个意义。人讲去美国设厂无较好，若必须要用真济人力资源，再加上美中的科技战，限制对中国企业出口半导体设备。台积电估计一礼拜6月存无500块，10月26存370块，而且比起来败46%。没有中美贸易战的前提之下的话，实际上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半导体最大的一个消费基地。这样子的一个考量上面来说的话，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恶化的话，对于台积电本身的负面影响，恐怕难逃10到15个百分点的营收的负面影响。先减轻美国先进制程，想挖苦台湾的顾虑，再加上美中科技战之下输出的限制，烦恼台积电将成为美国制衡中国一粒棋子。今日台积电又搁和3奈米的大客户抽订单，和外界又讲，这敢讲甲台积电进程修正资本支出到360亿美金有关系。其实 Intel 早就已经跟台积电协商，会延迟这个方面的接单，所以说第一次台积电价收成为400亿，或多或少是有些关系。主要是来自于在终端应用市场需求是比较疲弱，那也导致目前呢库存是比较升高的一个态势。美中的科技战战火连天，半导体产业景气的转变，台积电要安怎伫美国做甲会趁钱，同时将台湾的营运搁会调，充满真济挑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